观光署提出2026年补助方案，平常时呢出去佚佗，若准带暝带2暝以上，安尼上济是会当来补助2000块。另外，西历迄个月又阁有其他的优惠。有学者是表示讲，这是因为外国旅客的数量无够理想，这观光署才会出手来救业者。 报道柜台人排真长，大概连续假日个人出国的人真多，看国内旅游以当日来回去旅行较济。为了提升国内带速率，观光署设5大方案，明年开始个人伫平常时拜至拜四来旅游，每人第一暗补助800块，各带第2暝补助1200，甚至迄个月会阁抽带宿抵用券，游乐园凭票金，迄天甲隔天的带宿拢有优惠。另外，奖励企业伫平常时旅游，旅行社组团有一定以上的人数有补助。尖峰跟离峰差好多。 但是大家1到4不太会去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平日的鼓励的机制。我们自己国人确实是要去彼此鼓励啦，但是我们要有一些就是创新啊。如果想出去玩，补助这件事情并不是重要的选择啦。那 最重要还是你的时间能不能允许。观光署讲，这几年国内市场人数已经有逐年增加，为110年开始1.2亿外，到去年已经来到2.2亿外。不过当日来回无带宿的趋势愈来愈明显，带宿率有较差。旅宿业对政府各设补助真赞成，也肯定这届有纳入奖励企业旅游组团伫平常时佚佗，也希望对这阵仔在较济的东部地区会当搭配交通，也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诱因。相对受灾 的区域来讲，执行政策上能够提供更多的诱因，不然这个可能对于我们东部业者来说，这次国旅振兴方案可能又是看得到吃不到。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国际旅客的回流不理想。 所以我们才要用这样的一笔预算来刺激更多的国旅。学者分析，本来当补助平常时带速率的国际旅客回流无理想，长期经营都要持续去拍国际市场。估计这届观光署有补助了后，国内旅宿带速率可望提高2.3%，差不多50%外，转来到疫情前的水准。记者采访报道。